火烧厝的西雅拿大楼，这几10年来大起大落。徛伫西门町的上款是观光客一定会去的所在。30年前的西雅拿大楼，满拢是世界的人潮。而搁较早进前，还阁有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用处，这曾经是临时加价，专门咧关犯人逼口径，甚至伫这个所在来庆杀着政治犯。到伫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三读通过了后，西雅拿大楼都方点油做记号咯，是45个白色恐怖时期的不义遗址之一。30当前，你看电影要踅街，拢是想到西门町当时真欢迎，尤其是西雅拿大楼。戏院溜冰百货、正当休闲娱乐应有尽有，要阁嘛安装跋筊的电动，也有城市场所。近阿捌因为消防安检无过关，被列为危险场所。若即马含较早拢未比一样。不太清楚过去它是什么啦，然后只是现在比较没落。连住户拢唔知影讲西雅拿较早是临时加价，逼口径处决拢伫遮。促转条例三读通过，才被列为45个白色恐怖时期的不义遗址之一。日本时代是东本原时，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，用来审政治犯28时期，竟然被当作临时的加工，老一辈人拢知影讲遮有偌恐怖。特务把它称之为大庙，那台湾人则称之为阎罗殿。那也可以想见得到，有多少人在这边审讯，甚至直接枪毙。这些政府机关都在附近，方便他们快速处置这些犯人，而这些地方才会成为不义遗址所在地。文化部清点全台湾45位白色恐怖时期的遗址，或者强要互人放袂记去的历史，会使佫重新互大家了解。希望讲过去的历史伤痕，莫佫有重演的一天。随着年龄增长。